是我心深处看到我受伤的心灵，主知道我的眼泪，深切了解我的伤悲。主爱在我心深处，主慈爱充满在我心，主无限丰盛恩惠，因主恩典使我站立，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，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。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主恩会永存我心深处。读经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开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和心门，来聆听主的话语。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行事准则。求主赐下圣灵，帮助我们鉴察内心的软弱和隐而未现的罪，带领我们遵守神的话语，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分别为圣，使我们里外知行合一，荣神益人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，以斯拉记第10章18到44节。18节，以下是娶外族女子的人的名单：祭司约沙达的子孙耶书亚和他弟兄们的宗族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雅利、基大利。他们答应跟妻子离婚，献上了一只公绵羊做生祭，替他们赎罪。因麦宗族哈拿尼、西巴蒂亚、哈林宗族马西亚、以利亚、士玛雅、耶歇、乌西亚、巴斯户尔宗族以利约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拿坦叶、约沙拔、以利亚撒、利未人、约沙拔、士美、基拉雅、比他西亚、犹大、以利以谢、歌手以利亚实、圣殿守卫沙龙、提连、乌利。其他的人，巴路宗主拉米、耶西亚、马基亚、米亚米、以利亚撒、马基亚、比拿雅、以兰宗主马他尼、撒加利亚、耶歇、亚底、耶利摩、以利亚、萨土宗主以利约乃、以利亚实、马他尼、耶利摩、萨巴、亚西撒、比拜宗主约哈南、哈拿尼亚、撒拜、亚勒、巴尼宗主米苏兰、马路、亚大雅、亚述、士雅、
耶利摩、巴哈摩亚宗族、阿迪纳、基拉、比拿雅、马西亚、马他尼、比萨列、宾内、马拉西、哈林宗族、以利以谢、以士雅、马基亚、士玛雅、西缅、便雅悯、马路、士玛利亚、哈顺宗族、马特乃、马达他、萨巴、以利法列、耶利买、马拿西、士美、巴尼宗族、马代、暗兰、乌义、比拿雅、比迪亚、基路、瓦尼亚、米利卫、以利亚什、马他尼、马特乃、雅扫、宾内宗族、士美、士利米亚、拿丹、亚大雅、马拿底拜、沙塞、沙赖、亚萨利、士利米亚、士玛利亚、沙龙、亚玛利亚、约瑟、尼坡宗族、耶利、马他提亚、萨拔、西比拿、亚代、约尔、比拿雅。以上这些人都娶了外族的女子，他们都把这些女子和儿女送走。我们从第10章看到，领袖们经过3个月的时间，才完成清查娶外族女子的名单。可想当时娶外族女子的以色列人非常众多，在这些名单中有许多大祭司、利未人和他们的后代，不禁令人觉得很讽刺，也提醒我们，圣经所记载的名单从来不是要为谁歌功颂德，而是明显每个名字代表的都是真实的生命，有光荣的一面，也有黑暗的一面。以斯拉为什么这么悲愤呢？以色列人明明才脱离奴隶的身份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平安的归回故乡，并在波斯皇帝交代下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但这些和以斯拉一样熟知律法的大祭司利未人，却明知故犯，带头犯罪，使得百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起违背上帝的律法而远离神，这不就是人软弱的本性吗？要建立上帝的国度，不是单靠一位像以斯拉这样有能力的领袖，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，是不是有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有没有秉持信仰的精神和良知，不是虚应了事，只迎合表面的要求，应该真正落实信仰的认同。有个网络流行语，都是他们的错，就是在讽刺人遇到问题就推卸责任，不愿认错。而基督信仰讲求圣洁，但不是要人成为不沾锅而自诩清高，反而是提醒我们，人是软弱的，时时刻刻都需要神的安慰、扶持和劝勉。要明白自己是需要被赦免的罪人，因为内在生命的重建比外在的重建困难。我们愿意谦卑到上帝面前，恳求主施恩怜悯。虽然以色列人决定和外族女子切断关系，但之后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，以色列人后来仍然受到异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，再一次的重蹈覆辙。
以色列人虽然把圣殿建好，也把外族女子送走，但是圣洁公义能够维持多久呢？以斯拉记的结尾留给人反思的问题，比我们人能够想到的答案还要多，到现在仍然持续向我们发出挑战。信仰始终是未完待续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议题要面对。愿我们的生命亲自跟上帝相遇，能够逐渐明白因信称义、因爱成圣的意义。让我们来默想，身为基督徒，我现在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信仰难题或试探，而为此纠结呢？每个当下都是改变的新契机，有什么新的做法能帮助我改善目前的困境呢？最后我们来祷告。全能的上主，你是鉴察人心的主，愿你的光照亮我，使我成为忠心尽责，而不是争功诿过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主你是我心深处，看到我受伤的心灵，主知道我的眼泪，深切了解我的伤悲。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，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。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主恩会永存我心深处。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，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。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主恩会永存我心深处，主恩会永存我心